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陳日飛。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既神秘又同我哋每個人息息相關嘅手相話題。請大家先做一件事，平時最常用嘅手或者寫字嘅手，安安靜靜咁伸出嚟當掌心，正正對住自己懷裏，請你將視線聚焦喺你呢隻手上最細最不起眼嘅手指，小拇指上面，你留意一下，你嘅小拇指最頂端有冇超過你無名指最上面嗰條關節線？呢個看似微不足道嘅細節，其實隱藏住一個關係到我哋下生命運嘅大學問。老一輩人成日話小指過三關唔窮，冇咁閒，又或者話小指長過無名指關節，餘生就有靠山。你可能會覺得呢啲係老人家隨口講嘅俗語，但真相並唔係咁簡單，入面牢藏嘅命理智慧係我哋老祖宗代代相傳落嚟嘅寶貴經驗。首先我哋要明白，手相學並唔係迷信，而係一門博大精深嘅詮釋理論。佢認為人身體任何一個局部都藏住你整個人一生嘅大秘密，正如中醫可以透過望問問切去判斷全身嘅健康狀況，手相學就可以透過觀察手指嘅長短嘅紋路，手指嘅長利嘅性格、命運，甚至係你晚年嘅光景。今日我哋就集中精力解剖你隻小拇指。呢隻最細嘅手指喺手相學入面代表嘅係你嘅子女運你嘅晚年福氣，以及你最終能夠積累到嘅財富同精神歸宿。你可以當佢係你人生呢場大戲最終之大結局。所以無論你嘅小手指係長係短係直係曲，都直接關乎你老嚟嘅生活質素。如果你發現自己隻小手指生得唔夠理想，都唔使灰心，因為後天嘅努力同心態嘅調整係完全可以彌補先天嘅不足。正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後天嘅修為往往能夠扭轉乾坤。好，等我哋先講第一種最理想嘅情況。你攤開手掌細心觀察，如果你發現自己嘅小手指真係好似嗰句老話咁講，小指過三關，即係指尖穩穩當當咁超過咗無名指最上面嗰條關節線，而且隻手指筆直有力，膚色紅潤。如果係咁，我就要真心誠意咁恭喜你，呢個係手相學入面好典型嘅晚年大富大貴、福壽雙全之相。點解咁講呢？首先天機吉，免嚟分析小手指長嘅人天生就具備極佳嘅口才同社交能力，佢哋腦瓜轉得快，反應靈敏，待人接物圓滑，周到，講嘢又好聽，好容易就獲得身邊人嘅好感同信任。呢種人喺年輕嘅時候往往係人群入面嘅焦點，無論去邊度都受歡迎。到咗年紀大，甚都話嚟得切，唔會變成啲脾氣古怪、孤僻難搞嘅老人家。相反，佢哋通常係開朗豁達、風趣幽默嘅老間童。佢哋好識得點樣同後生仔相處，點樣喺平淡嘅日子入面揾到樂趣，點樣將自己嘅晚年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所以佢哋嘅精神世界永遠都唔會覺得空虛寂寞，而係充滿陽光同笑聲。呢種由內而外散發嘅樂觀同親和力，就係佢哋晚年生活幸福嘅第一道保障。其次，亦係最實際最緊要嘅一點，就係小手指直接關聯住我哋嘅子女。弓喺手，相學上小手指嘅長短形態就好似一面鏡子，反映出你同子女嘅緣分，以及子女將嚟嘅成就同孝心。如果你隻小手指生得修長，超過咗無名指嘅關節，就說明你嘅子女宮生得非常飽滿有力。呢個代表乜嘢呢？代表你嘅子女唔單止能夠順利健康咁長大成人，而且天資聰穎，讀書同事業都容易有出色嘅表現。更難得嘅係，佢哋會非常孝順，亦懂得感恩。大家試諗下，
人活到70、80歲最驚係乜嘢？最驚就係老來無依，病咗冇人遞杯水，悶咗冇人傾下偈。而小手指長嘅人天生就有一種凝聚力，能夠將自己嘅子孫後代牢牢咁團結喺自己身邊。佢哋嘅晚年好大機會就係兒孫繞膝，共享天倫之樂。呢個就係人生最大最實在嘅靠山。你話係唔係？再者財運方面，小手指都佔有一個至關重要嘅位置，佢掌管住我哋嘅偏財運同晚年嘅積蓄運。你隻小手指生得靚，超過無名指關節，說明你到咗晚年手頭嘅錢銀會比較寬鬆。呢啲錢可能係你後生時辛苦積落嘅積蓄，可能係每個月足夠豐厚嘅退休金，亦可能係孝順子女，定期孝敬你嘅家用。總而言之，你唔需要為咗一日三餐嘅柴米油鹽而發愁，好到係嚟得及。誰知道你可以好體面、好舒心咁去享受自己嘅退休生活。你可以去旅行，可以去學嘢，可以去做一切自己想做而以前冇時間做嘅事。呢種財務上嘅自由同安全感係晚年幸福嘅重要基石。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隻小手指生得合乎標準，你一定要識得感恩。呢個係你前世修嚟嘅福報，亦係你今生行善積德所得嚟嘅善果。你要做嘅就係保持而家呢個開心樂觀嘅心態，好好注重身體健康，安心等待福氣嘅降臨。當然我知道睇到呢度肯定會有好多朋友開始緊張，甚至心入面有啲唔舒服，因為佢哋發現自己隻小手指根本就冇超過無名指嘅關節，甚至明顯短一截，或者係歪歪扭扭，於是就開始擔心，咁我係咪就注定晚年空涼？係咪我啲子女就唔會孝順我？我嘅人生係咪就冇晒？希望各位朋友，請你哋千祈唔好咁快就下結論，更加唔好自己嚇自己。我今日同大家講呢個話題，目的並唔係要令大家焦慮，而係想幫大家理清自己嘅命運走向，然後揾到方法去渡吉避凶，去改善自己嘅未來。如果嗰隻小手指生得比較短，指尖根本掂唔到無名指，好最上邊嗰條關節線，呢個手相確實有佢獨特嘅解讀，但絕對唔係話你哋呢一世就注定冇福氣，只係話你哋嘅性格同命運有另外一種完全唔同嘅發展軌跡同挑戰。小手指生得比較短嘅人，佢哋身上通常有一個最大嘅優點，就係做人特別實在，特別厚道，甚至保留住一份好難得嘅天真同善良。佢哋唔擅長爾虞我詐，冇嗰種魂幻擾嘅心計，對朋友對家人都係掏心掏肺咁好。呢種人最大嘅問題就係心腸太軟太重，感情好容易相信人後生嗰些時候，可能會因為呢種老實嘅性格食過唔少暗梯，可能係喺單位入面自己做晒啲功夫功勞，卻被同事搶走，可能係喺朋友之間自己付出最多，反而俾人利用或者出賣。而喺家庭緣分上面，小手指短嘅人往往係典型嘅粗勞命。呢個並唔代表佢哋嘅子女唔好，而係代表佢哋對子女嘅愛同付出遠遠超過咗子女能夠回俾佢哋嘅。佢哋實在太愛自己嘅細路，愛到有啲過度保護，愛到有啲失去自我。誰知道等你就算個仔已經30、40歲結咗婚生咗，佢哋依然會日日擔心仔女食得飽唔飽，着得暖唔暖，返工辛唔辛苦，同屋企人相處融唔融洽。佢哋嘅成副心機都放晒喺仔女身上，完全忽略咗自己。呢種過分嘅關愛到咗晚年就會變成一種沉重嘅心理負擔。你知等佢哋之所以會覺得晚年生活過得好攰好焦慮，根本就唔係因為仔女唔理佢哋，而係因為佢哋自己個心放唔低。佢哋自己連所有嘅幸福同快樂
都捆掙喺仔女嘅一舉一動上面。一旦仔女有啲乜嘢唔順佢哋心意，或者因為工作太忙，暫時忽略咗佢哋就會覺得好失落，好冇安全感，甚至會覺得自己嘅付出冇得到應有嘅回報。所以小手指短嘅朋友成日掛喺嘴邊嘅冇靠山，其實係因為自己將自己活成咗一座孤島，將所有嘅情感都寄託喺別人身上，而忘記咗要好好愛自己。但係難道小手指短嘅人注定要一輩子操勞，老嚟孤獨嗎？當然唔係，人定勝天，我哋完全可以透過後天嘅努力去改變呢個局面。接落嚟我就傳授幾招民間流傳已久、簡單實用嘅秘法，幫大家補足晚年運勢，將失去嘅靠山親手重新督起嚟。第一招叫做留甲補運法，呢個係一個好傳統、好巧妙嘅方法。如果你發現自己隻小手指天生唔夠長，咁你每次剪指甲嘅時候，可以故意將小手指嘅指甲留得稍微長少少，留幾多呢？大概留1-2毫米就得。最理想嘅狀態係當你攤開手掌，從視覺上望過好指甲嘅最頂端，能夠啱啱好超過無名指嘅第一節關節線。你千祈唔好睇小呢區區1-2毫米嘅指甲，喺傳統手相學同風水能量學入面，呢個叫做以形補缺。指甲係我哋骨頭嘅延伸部分，喺能量場上代表住一個人自身氣場嘅延伸同擴張。當你刻意將小手指嘅指甲留長之後，個還士多，無論係喺視覺上定係喺每日不斷嘅心理暗示上，你都在無形之中模擬出一個小子過三關嘅富貴格局。大家唔好低估心理暗示嘅力量，佢係非常之巨大嘅。每次你洗手食飯或者無意中望到自己隻手嘅時候，呢個畫面就會一次又一次咁提醒你，我嘅福氣已經補上咗，我嘅晚年係有靠山嘅，日子耐咗你嘅，成個心態就會發生潛移默化嘅改變。你會變得比從前更加自信，喺處理同子女同家人嘅關係嗰陣，都會變得從容，更加寬容。當然呢度要提醒大家，留長嘅指甲一定要修剪得圓圓乾淨，千祈唔好留到又長又尖，好似武術片入面嗰啲九陰白骨爪咁，唔單止唔好睇，仲會俾人一種好唔舒服嘅感覺，反而會招來唔好嘅氣場。保持整潔圓潤，啱啱超過關節線少少就夠晒數。第二招叫做指環鎖運法，大家有冇留意到而家好多後生仔女中意喺手指上戴戒指，但佢哋多數係為咗裝飾，或者係為咗表明自己單身嘅狀態。但對於我哋想改善運勢嘅朋友嚟講，喺小手指上戴上一枚合適嘅戒指，其實藏住更深層次嘅風水改運智慧。喺古老嘅五行相學入面，小手指呢個位置屬水，代表住流動，代表住財富同貴人。如果一隻小手指生一個太短，就好似一條河流嘅水流量，唔夠財運同貴人運都容易流失。呢個時候喺小手指上戴上一個戒指，就能夠起到一個好似水壞咁鎖住同凝聚氣場嘅作用，等好嘅運氣唔會咁容易散走。喺材質嘅選擇上面，我建議大家可以揀純金戒指，因為金色五行屬金，而金能生水，可以加強小手指嘅水運。或者係天然嘅綠玉戒指，因為玉石溫潤，能夠滋養身體，而綠色五行屬木，木能泄水，可以令到水流更加順暢，同時亦都代表住生機同健康。將戒指戴喺小手指上，唔單止可以無形中增加你身上嘅貴人福氣，仲可以每日提醒自己，以後做人做事要多再咁老實，成日俾人呃。同時呢隻細細嘅戒指亦都好似一個能量嘅補丁，幫你將代表子女
沿同晚年運嘅位置加固，等你同子女之間嘅家庭關係變得更加穩固、更加親密。第三招亦係最貼底、最治本嘅一招，叫做放手得福法。呢一招需要你從內心深處做出改變。既然你隻小手指生得短，代表你一世容易為子女勞心勞力，咁你想改變呢種勞碌命，唯一嘅方法就係要學識唔去操心。你必須要從心底裏面貼底發一個道理：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誰知道等你嘅子女已經長大成人啦，佢哋有自己嘅人生道路要行，有自己嘅因果要承擔。作為父母，你越係擔心，越係插手，唔單止幫唔到佢哋，反而會變成一種干擾，阻礙佢哋獨立成長。而且你每日操心得越多，就越係消耗自己嘅福氣同精神。你要學識將自己嘅注意力見計啦，等你由子女身上慢慢咁收翻嚟，放翻喺自己身上，多啲去公園同老朋友跳下廣場舞，約埋嗰班老友記去祖國嘅大好河山行下睇下，或者去老年大學報個班，學下書法，學下畫畫，學下攝影，培養一兩個自己中意嘅興趣。當你開始真正學識身行自己，愛護自己，謙卑，誰知道當你將自己嘅晚年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有滋有味咁發現，你同子女之間唔單止冇變得疏遠，反而多咗一份尊重同欣賞。因為一個活得快樂、獨立、有自己精彩生活嘅父母，先至係子女最大嘅福氣。你將自己活成咗一座穩固嘅大山，自然就唔需要再向外去求咩靠山，因為你自己就已經係自己最堅實嘅靠山。除咗長短之外，小手指嘅形態都好重要。啲人隻小手指生得唔直，係彎曲嘅。我哋要分開兩種情況嚟睇。第一種，如果你隻小手指明顯係向住手掌心嗰邊彎曲，嚟輸租，等你即係指尖嘅方向係靠向無名指嘅，呢個手相說明你係一個家庭觀念極重、非常顧家嘅人。但同時呢個相都揭示咗你晚年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依賴性會比較強，太黐身，好難離開仔女獨立生活。如果你係呢種手相，平時就一定要多啲提醒自己，要學識同家人保持適當嘅距離。正所謂距離產生美日日黐到實，反而容易因為啲雞毛蒜皮嘅事而產生摩擦同矛盾。第二種情況，如果你隻小手指係向手掌外面黐到等你，即係遠離無名指嘅方向撇出去，同無名指之間分開嘅角度好大，甚至有條罅，呢個手相就代表你係一個性格非常獨立自主嘅人。先知道你唔中意受人管束，更加唔中意麻煩人。你晚年嘅生活可能更傾向於自己一個人住，享受清靜。其實咁都冇咩唔好，只要你將自己嘅起居飲食安排得妥妥當當，一個人自由自在，不知幾咁寫意。最緊要係自己覺得舒服開心。最後講完啦，講完咁多關於命運福氣嘅嘢，我作為大家嘅朋友，亦都係一個關注健康嘅人，必須鄭重咁提醒大家一個至關緊要嘅身體健康問題。從中醫經絡學嘅角度嚟睇，我隻小手指係兩條非常重要嘅經絡嘅必經之路，一條叫做手少陰經，另一條叫做手太陽小腸經。換句話講，呢隻最唔起眼嘅小手指，佢嘅神經同血管係直接連通住我哋身體入面最核心嘅器官心臟同小腸。如果你喺日常生活入面發現自己隻小手指成日冇緣冇故咁發麻發涼，或者係天氣唔凍嘅時候，小手指嘅皮膚顏色都係發紫發白，咁你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等你打醒12分精神，呢個絕對係你嘅身體用最直觀嘅方式向你發出嘅求救信號。呢個好可能預示住你嘅心臟功能正在慢慢減退，或者係你嘅頸椎
出現問題，骨質增生壓迫到咗神經，特別係我哋呢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心臟同小腸嘅健康直接關係到全身氣血嘅生成同運行。氣血足人就精神，氣血衰百病就生。所以我建議大家每日得閒冇事做嘅時候，都可以跟住我做一套極其簡單但功效顯著嘅養生動作，就係用你另一隻手嘅大拇指同食指，用力啲去揉搓你隻小手指。動作要擰，係由手仔嘅根部開始，慢慢咁揉捏到最頂端嘅指尖，然後再由指尖一路揉翻落根部。每日唔使做好耐，大概抽出3到5分鐘就夠。記住，左手做完到右手，兩隻手都要輪流做。呢個動作雖然簡單，都有啲唔起眼，但佢背後嘅功效非常巨大。佢可以在不知覺間疏通你嘅心經同小腸經，促進成個上半身嘅血液循環，達到強壯心臟、保護心血管嘅大效果。只要你能夠堅持做落去，我敢保證，你慢慢就會發覺自己夜晚嘅睡眠質素好咗。以前成日覺得胸悶、氣短、唞唔到氣嘅情況都少咗好多，成個人行路都爽利啲，精神頭足啲。我哋人只有體內氣血充足，身體自然就健康硬朗。呢個其實就係用自己雙手為自己打造最實在、最根本嘅健康靠山。各位朋友，我哋今日由一隻小小嘅手指講起，講到晚年嘅福氣，講到子女嘅緣分，講到健康嘅秘密。歸根究底，手相學教俾我哋嘅並唔係一種宿命論，而係一種積極嘅人生觀。佢話俾我哋知，每個人嘅命運都唔係一成不變嘅，先天嘅條件固然重要，但後天嘅心態同努力先至係決定最終結局嘅關鍵。如果你出世嗰陣隻小手指生得特別好，咁你要識得感恩，要珍惜呢份天資嘅福氣，同時要多啲行善積德，將呢份福氣延續落去。如果你發現自己隻小手指生得唔係咁完美，都絕對唔使灰心喪氣。上天用呢種方式提醒你，係想話俾你知，你係時候要改變自己，要學識愛自己。你可以透過我上面教嘅留指甲、戴戒指等外在方法，更可以透過調整自己嘅心態，減少無謂嘅操心，以及堅持每日按摩小手指等內在嘅修煉，將先天嘅不足徹底咁彌補翻嚟。你要明白，命運從來都係一場我哋同上天之間嘅博弈變。誰知道等你嘅行運嚟就變，你嘅行為一變，你嘅氣場就變，你嘅氣場一變，你嘅運勢，甚至你手掌上嘅紋路都會隨之而發生奇妙嘅變化。呢個就係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嘅道理。我真係好希望今日睇到呢條影片，聽到呢番說話嘅每一位朋友，誰知道等你都可以靜落嚟，重新認識一下自己嘅雙手，更加要重新認識一下自己內心嘅力量。千祈唔好因為自己隻小手指短就日日唉聲冷氣，更加唔好因為自己隻小手指長就得意忘形，覺得可以一世無憂。你要學識低低頭，望住自己對手，然後大聲咁對自己講一句：我晚年嘅生活由我自己話事，我呢一世最大嘅靠山就係我自己。只要你個心入面日日都存住善良嘅念頭，只要你依然熱愛呢個充滿柴米油鹽嘅平凡生活，只要你從今日開始學識好好保養自己嘅身體，狠狠咁愛護自己，咁我絕對相信，無論你出世嗰陣隻小手指係乜嘢模樣，你到最後都一定可以靠自己雙手創造出最圓滿、最幸福、最安穩嘅晚年生活。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係岑日飛，我哋下期再見，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